位小學陳柏希代表6號台吳欣晴，標位小學吳欣晴到6號台。請進行一次嘅熱身。好，即將會進行嘅係決賽嘅賽事啦。咁我哋嘅一個環節咧，將會係 set out 嘅，即係唔係最快嘅組別會係進入最慢嗰隊會淘汰。係啦，咁咧最慢嘅一個淘汰第二軍，跟住係季軍、亞軍，最後係冠軍。好清楚啦。好，嗱，我哋準備啦，即將進行嘅係呢一輪 set out 賽。全部都準備，選手請準備 ，ready， set， go。好出現咗有 squash 嘅情況啊！如果今日呢個 squash 嘅，一定要立即重賽啊！好，請另外嗰兩位學員等候。好，預備 ，ready， set， go。好咧，咁就6號台19秒8秒的時間咧，可以進入晉級。好啦，咁3號台就12.194第三條全部為你咧，小學係選得到2分嘅，準備晒。好啦，請我哋側邊嗰度等候，司令台嗰邊等候。即將咧會進行12個回合嘅 set out 賽事，裁判請準備，選手請準備 ，ready， set， go。好，咁咧時間好接近啦，咁我哋恭喜跟住咧就係公民英文學校嘅19.07啊，恭喜晒啦！呢個學可以喺側邊司令台等候頒獎啦。好，即將咧會進行最後一回嘅 set out 賽事，係由中華基督教會基維小學對中華基督教會基維小學嘅關係。好，場邊傾一傾。選手前冠軍嘅得主係基維小學嘅陳柏希組別，恭喜晒！好，恭喜晒各位得獎者。好啦，咁我哋接住咧，裁判麻煩幫我咧移翻個比賽場地出嚟啦，即將就會進行下一個回合小學、中級會嘅賽事，好，市場隊好。咁咧，而家可以進行一次嘅熱身。好，即將咧會進行嘅係第一場嘅晉級賽。好，裁判請準備。好，選手入高場會即刻嚟啦。選手6號選手請記即位前嚟。
好，即將進行嘅係 C 組嘅第一個環節賽，裁判請準備，選手請準備，ready set go。好，呢個回合嘅位嘅，去到下一比賽5號台21.4110嘅組，好，即將會進行嘅係第二回合嘅晉級賽，裁判請準備，選手請準備，ready set go。我同時7歲組別嘅成績已張貼喺紀念品區位置，7歲組別嘅選手可以去觀看成績及領取獎牌。如果你係進行緊比賽或召集緊嘅話，可以稍後領取獎牌。重複7歲組別嘅選手可以到紀念品區觀看成績及領取獎牌。C 組可以進入下一個回合比賽，2號台林卓毅代表，亦都全部選手亦都係執行用佢嘅比賽後休息，林卓大家喺台上先等候進行下一個回合比賽。好，咁其他選手咧可以落翻場隊啦，你今日選手可以喺嗰邊等候。而家會進行 C 組嘅比賽，聽到名嘅女分隊形體嘅馬友組。1號台港澳順耀嘅小學楊永生組別，2號台大澳小學吳希南組別，3號台 SSA HKC 譚晨曦組別，4號台梁永德學校徐新賢組別，5號台基愛小學朱國峰組別，6號台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鄭偉成組別。聽到大名嘅組別到進行嘅準備。梁成德學校溫天樂組別，視像學校陳友溫組別 ，SSA HK 黎樂晴組別，St Mary 林若男組別，到進入處準備。好啦，咁各位領獎嘅家長嘅小朋友留意翻我哋而家可以做證書嘅申請嘅，咁可以去翻我哋紀念品區嘅位置，做翻個 QR code 再申請翻證書。即將進行嘅係 D 組嘅賽事，裁判請準備。選手可以 reset 計時器，暫停熱身啦，停暫停熱身4號台。好 reset 計時器。裁判請準備，選手請準備，ready set go。呢個回合進出嘅可能比賽係5號台26.87幾位小學嘅代表，請其他選手可以 reset 計時器準備第二輪嘅比賽。選手要留意翻咧，你嘅手抱離手嘅時候咧，個計時係啟動㗎啦。裁判請準備，選手請準備，ready set go。請梁成德學校溫天樂組別 ，SSA HK 黎樂晴梁樂基組別 ，St Mary 林若男組別，到召集處準備。好，
咁請其他組別都可以執行用佢喺台內休息。即將會嘅係 F 組嘅賽事，F 組嘅賽事即將會進行 E 組嘅賽事，請聽到名嘅數，E 組嘅賽事，E 組嘅賽事。請住組，青松請到1號台，大澳請到2號台，SSA HKC 張兆陽請到3號台，聖公會主禮小學離學團請到4號台，沙田同學會小學請到5號台，基愛小學請到6號台。請良城德學校溫天樂組別聖 Mary 多子瑜行。SSAHK 黎樂晴黎樂希組別，到時站住準備。即進行第一個回合嘅級賽，裁判請準備。要求請準備 ，ready。4號台請 reset 計時準備。按照全部 reset 參考。4號台請重新計時啦。我哋開始第一輪嘅比賽。10分請準備，選手請準備，ready，set，go。E 組進行下一輪比賽嘅係3號台18.734張兆陽組別，可以喺台側邊等候，其他選手可以 reset time。即將進行第二個回合嘅賽事，裁判請準備，選手請準備。Ready, set, go。